来看这急诊人踢人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啊！总统赖清德召开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，答应会加强这急诊病床调度，嘛会奖励病院加请人，调整健保给付等等。不过有基层的护理师就表示讲，这上根本的问题就是骹手无够，就要调整护理人员的薪水，减少因踏地的工课，才会当甲人才留好调。各大病院急诊医疗量能强要进步，急诊的问题严重。总统大清德27召开第3届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，强调春节了后急诊的病人变多，这是会使预期的。传出会议当中，向卫福部长区泰元发挥，明年无爱阁看到病院急诊阁出问题。包括区医院都出来，尤其部立医院站在它也是公立医院的立场，也挺身而出。这个可以吸收不少个案，然后加上如果我们分流的一个资讯更加的落实的话，我相信，这一波应该很快就趋缓下来。中央也拟定短、中、长期的政策，短期包含地方卫生局加强督导调度急诊的病床，强化各医学中心病床的调度，加强区域病院之间的联防机制。中长期的医疗人力问题，会继续奖励病院精聘护理人力，建议调整健保的给付，推动长照3.0等照护。不过，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顾问陈玉峰点出，上根本的问题是无护理人力就开不出床。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调高我们的薪资，那希望可以减少我们的杂事，希望呢要有善治疗3分护病入法。我们拒绝跨科调动或是调外资源单位的一个情况，他们都做不到。医护人员一直在走，离职率最近几年超过10%。陈玉峰表示，应该赶紧推动3班护病比的立法，马上调悬健保支付的标准护理费。阁有招募资深护理人员回来医疗工课，才会当留掉医护人力，莫互情形愈来愈恶化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